咧終於表演過啦，果然咧就係冇辜負大家所望啊！我就覺得咧，即係日本隊咧喺10分鐘嘅煙花表演裏邊可以帶出4個嘅景緻咧，真係好有心思同好特別啊！係啦，我會覺得咧煙花固然之係靚啦，但係如果講到心思就真係值得讚賞啦！我相信日本隊咧喺選材方面咧都花咗唔少功夫喎。如果講到心思咧，真係無懈可擊啊！嗱，剩翻落嚟咧就係美國隊啦。嗱，美國隊都非常之有心思㗎啦。大家都知道美國嘅荷里活咧就係世界電影嘅中心嚟㗎啦。今次美國隊咧就會用上荷里活嗰種多姿多彩、五光十色嘅風采咧，就放入煙花入邊喎。咁相信咧一定會好好睇添啊！嗱，唔止咁啊，嘉嘉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大家一定要知嘅，就係咧今次美國呢一個比賽入邊所用上嘅煙花咧，係加入咗呢個首創嘅數碼影像技術啊，咁啊帶到嚟我哋香港維港嘅上空，你估有啲咩意想不到嘅效果咧？所以如果家庭觀眾咧想評分嘅話，就一定要睇埋而家即刻播放嘅美國隊嘅煙花啦！好，立即開始啊！嗱，嚟到最後一隊美國隊嘅作品煙花咧，一共咧係會分為6幕㗎，咁加上數碼視像技術，好似將成個荷里活同埋美國西部搬到嚟維港嘅上空。冇錯啦，美國隊第一幕煙花嘅背景音樂咧就係 Bruce Brompton 嘅 Silverado， 會以美國旗同藍白三條顏色嘅煙花揭開序幕㗎。跟住落嚟咧有好多閃爍嘅煙花，好似水星一樣，灑遍整個天空，睇起上嚟咧就好似同大家揮手拍手歡迎大家咁㗎。嗱，呢幕嘅煙花咧就會好似曲序嘅火箭追射一群蜜蜂咁樣，形成吹枝嘅圖案。咁係以金色為主，襯上紅綠閃光嘅火箭煙花，喺天空上面咧追逐一群藍、紅同埋白色嘅蜜蜂群喎。係啦，咁其實咧覺唔覺得咧呢兩幕啦，啱啱開始咗啦，美國隊嘅表演啦，我都覺得個音樂咧就係同日本隊嘅好唔同啊！真係咧第一幕就好似啲荷里活嘅大電影咁啦，好有氣勢啦。呢一幕咧就係啲西部嘅感覺啦。同埋呢一幕嘅煙花咧，佢哋係用咧呢一個 banjo 係一種美國傳統嘅樂器咧嚟襯嘅，所以我覺得都幾有美國嘅特色。咁另外，你都趁呢一個機會同大家講講啦。其實今次咧呢個國際煙花音樂匯演呢個評審團咧有包括10位評判嚟自唔同地方嘅代表啊，包括咧有香港旅遊發展局嘅代表啦、政府部門嘅代表啦，仲有就係設計及創作專業代表同埋煙花專業代表啊。咁多唔同專業人士選出嚟一間，即係如果知道冠亞季殿軍嘅得主咧，一定係實至名歸嘅。如果俾我係評判就慘啦，都唔知選邊個好啊！我哋只有欣賞嗰份啦。好啦，而家輪到咧第3幕嘅煙花出場啦，背景咧嘅音樂咧就係 The Furies。嗱，呢一幕嘅煙花咧會有白色嘅大型煙花，好頻密啊，數目好多咁樣發放出嚟嘅喎。意境咧就好似吸引一大群紅色、銀色嘅蝴蝶飛舞，金光耀眼，構成銀影點點嘅美麗圖案㗎。其實我覺得今次咧，即係對於香港市民同埋啲旅客咧，真係好開心咯。因為有一個地方，如果俾我去到一個地方，1-2個禮拜之內有3次嘅煙花睇咧，你話係咪真係？
開心啦！而家有機會睇4個地方煙花喎。咁所以咧，我都好贊成咧呢啲咁大型嘅煙花比賽啊！咁希望咧今次咧係第一次咧，繼續咧年年都舉行啊！